那这张这个雾社樱就千金万确咯。伫咧关雾森林游乐区，树龄至少80年，大约是14公尺悬，会当讲是雾社樱王，嘛是北台湾上大丛的雾社樱。这个规丛树啊，安尼开甲起，拢是白色的沙区啦，真有帝王的风采。啊，那这个花瓣滴落的时阵，嘛真像梦幻的3月雪。雪白色花瓣非常美丽，游客拢赶紧摕手机啊、卡啦翕无停。这张伫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樱花树，称号是樱花之王，树冠大约14公尺，伊的树龄至少80档。非常大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樱花。我会特别来这里，我们每年都来，每年都来。只要它开花，我们就来。甲粉红啊色樱花真无共，这开出白色花蕊的樱花树是台湾特有种的雾社樱。因为上早伫雾社被发现，所以称号雾社樱。大开的时阵非常壮观，有帝王的风采。花瓣落落的时阵，嘛亲像梦幻的3月雪。虽然疫情伫国际升温，不少人拢取消出国，赏花行程，将时间留伫台湾，走出户外，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而且好好认识这台湾专属的美丽。